这天气寒死时，早暗低温的其实拢无超过10度。中基医学中心是表示讲，受到这波低温的影响，中华地区来急诊的人呢是变多啊，定定拢是满床的。而且这当中呢有未少人是高血压，表示讲这心血管疾病的患者。另外也因为这天气真寒，所以有民间团体是来启动关怀活动，分一寡外套也开放这临时歇眠服务，互人会当有一个方便。 大家排队要领外套。最近天气真寒，尤其早暗的低温拢无超过10度，互人寒甲死死阵。中华道民间团体启动低温关怀，发外套互寒士，开放临时歇眠服务，互有路无厝的人。早暗较冷啊，穿这就较薄吧。感觉真少啊，足好的啊。即摆早暗温度有较低，咱有一寡心血管疾病的朋友甲伫外口会较危险。平安站遮15度以下有开放夜间临时安置，会使互一寡有需求的人来遮。 天气冷死时，也互病院急诊人数增加。中华中基医学中心就表示，为拜二开始统计到拜四，因为低温、高血压、心血管加消化道出血病人也有明显增加。元月6开始，因为天冷，主要有几类的病人有上升，主要是针对于高血压的族群，以及这些高血压疾病所引发的并发症的病人为主。另外还有一个族群是消化道出血的病人，也有明显的增加。 医师表示，低温会互血管收缩、血压升悬，增加心脏血筋塌掉的加中风的风险，要特别注意血压的控制。若是民众有头壳戆、歹喘气、胸坎杂杂这的情形，建议要量早去病院检查。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。